彩蛋喎套戲都。係咁，其實見到啊套戲都好多客串啦。咁劉德華都出現喺呢個電影中，就做一個入夢專家咁啊。係一個好神奇嘅存在啦，好似將另一個帶，即係將佢帶去另一個方向，完全可以。其實有啲奇怪嘅，我覺得，因為套戲其實都冇咁多冇呢啲咁嘅科幻嘅元素，即係都係始終係齋發夢，即係啲奇怪嘢都喺夢入邊發生啫嘛。係咁但係呢個就 introduce 咗個新嘅 concept 入去啊嘛。係好似港版 Inception 咁樣啦。其實應該係真係一模一樣，除咗冇部機，佢可能可以屬夢空間。係數空間。OK，係咁就續集都應該會幾有 feel 嘅，即係揾更加多嘅大卡司去做佢下一個 case 啊，收徒弟 Doctor Man 有 feel， OK 想睇。係咯。咁我哋其實都試下一個新形式，就介紹下啲定期新片。